今次去中亞咧，其實亦都係我第4次跟特首同埋呢個香港政府嘅代表團咧係出訪嘅。咁即係國際嘅大嘅環境，尤其係地緣政治啊等等嘅原因咧，其實大嘅呢個商貿啊經貿嘅環境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其實對於我哋香港嘅各行各業嘅企業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挑戰嘅。咁所以其實特首過去帶我哋去呢啲新嘅市場咧，其實係由佢親自去帶隊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高層次嘅。首先係一個政府與政府 G to G 之間嘅一個對話啦。咁其實從一個咁高層次嘅去打開呢棟門咧，其實係確實係能夠非常之有效咁樣去促進咧之後兩地嘅嗰個經貿同埋商貿上面嘅嗰個交流嘅。其實呢個係一個持續嘅投入，即係你好難去用一個單一嘅標準去衡量，即係話去咗嗰個地方或者帶幾多嘅生意翻嚟。咁呢個亦都唔係話一個短期嘅事情。咁但係能夠睇到嘅就係話今次你選擇合作項目，有冇考慮到點樣配合國家發展大局？咁即係頭先都有提到，就係話即係我哋國家嘅一帶一路係一個高層次嘅一個國家嘅發展戰略啦。咁我哋亦都已經係踏入即係一帶一路嘅第2個10年。咁進入第2個10年，其實國家亦都強調就係要注重一個質嗰方面嘅一個發展。咁而呢個就正正係我哋香港嘅企業同埋香港能夠發揮嘅一個優勢啦。因為我哋香港一路都係以能夠提供即係全球嚟講都係最好嘅專業服務而著稱嘅。咁無論我哋係喺金融啦、會計啦、法律啦、仲裁啦，好多方面其實都係能夠提供一個非常之高質量嘅服務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喺配合國家同埋中國企業喺一帶一路嘅呢一個大嘅戰略之下，即係走出去發展。